上年年中 quit 咗份工，每日都攤24粒鐘，垃圾上司日日 OT， 俾人針對留低冇咩意思，跟手我即刻入 EI， 唔成功就要去瞓街，估唔到得咗，即日開始做隻卡加利廢柴，初初都真係幾爽，唔使再見到垃圾上司，瞓醒睇片，食飽屙屎，精神壓力用時間醫過多2個月開始頭痕，戶口數字跌到我頭暈，1個月先得個1000零蚊，甚至幻想過要去賣身，冇人要，到底叫早餐定係晏晝我睇唔透，食2份沙爹嘔口多士我都唔夠，12點先至起身，夜晚9點就熄燈，每日都係唱歌揾工食嘢同埋溫書，每日4粒鐘，學多幾樣嘢都好輕鬆，考翻2張 cert， 希望可以幫我揾到工，一個唔小心年收入10萬蚊，到時你哋唔會再見到我更新。